接二連三，衷心闖了禍，有你就揾他，不美與孤單的歲月陪從只得怕，站在我的身邊有狀況陪我度過，支持我，幫助我，守護我。夠細心兼有內涵，就似我表相當冷淡，能令你情感冷凍的方法有尋有探，我派身跟你漫談，話實卻一把眼眼念絲襪縫針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看第3季巴士挑戰第4集。今集嘅起點為第2集嘅終點錦英苑巴士總站。第一程九巴 VD3138 AVBW 70687C。10個站之後喺九龍塘回落。第2程九巴 RV4139 DTSE 3222D。10個站之後喺白田村富田樓落。第3程九巴 TC6887 AVBW 38066A。10個站之後喺沙角村落。
第4程九巴 PV1721 ADE 3481K。呢一程唔夠10個站，喺惠和苑巴士總站落。第5程九巴 YT383 UM14088X。呢一程10個站之後仲喺新界，所以喺搭多一個站，在聖安當女書院落。第6程九巴 RJ5466 AVBW264613。10個站之後喺秀飛樓落。第7程九巴 VA3984 AVBW65313M。呢一程都唔夠10個站，所以喺安泰總站落。
去食個下午茶先，一陣再繼續。第8程九巴 TV4315 3ATNU19 行19。呢一程亦都係唔夠10個站，所以喺機場聯絡。第9程九巴 YG1254 V6X1472694。10個站之後喺天盛聯絡。第10程龍運 XN5168 UV6X23 236A。呢一程喺元朗德業街總站落。今日由錦英苑嚟到元朗嘅德業街。總共用咗5個小時23分鐘，好多謝各位收看，我哋下集任務版葵興見。